Tech Canto 傾偈都要 AI 幫手 ，Threads 私信加埋 AI 助手，答問題寫覆信都搞掂，真係方便到飛起。以後回覆朋友完全唔使動腦筋㗎啦。揾嘢仲要自己篩 ，Google 搜尋過半出 AI 摘要，查嘢體驗大翻身，上網經驗真係完全變晒。傳統搜尋引擎以後怕係要轉型先跟得上。公司保安好貴，微軟推 AI 防護平台，自動偵測威脅減成本，企業保安預算省到笑。IT 部門終於可以放低個心，唔使成日瞓唔着。私隱又出大事 ，Claude 對話記錄被搜尋收錄公開，私隱漏洞引發譁然，官方緊急修補。用 AI 真係要留低個心，唔好亂打敏感嘢。大佬聯盟缺角，英偉達組 AI 安全聯盟，但幾大巨頭居然缺席，局勢真係耐人尋味。幾大巨頭各懷鬼胎 ，AI 監管路好難行㗎。機殼靚過零件 ，RAM 無線透明機殼登場，內置新顯卡同塊記憶體，極客見咗直接狂歡。外觀檔同性能控，呢部機真係兩邊都顧到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